的小寿星是谁？哎，妹妹生日快乐！店门一开，张一琪的餐厅里总是小孩比大人多。这里是他的地盘。像童话绘本的菜单，让用餐一开始就变得有趣。从孩子100公分的视野看出去，彩绘、涂鸦、故事书充满吸引力。我们希望小朋友从一开始来就不要无聊，对，不会一开始来就要吵着爸爸妈妈，我想要走了这样子。年幼的孩子出门难免会吵会闹，有2个孩子的张英琪有过遭白眼的不愉快经验。他认为以客为尊的服务概念不该局限大人观点。在这边的东西让小朋友可以创造出很多游戏的地方，然后做出很可爱的东西这样子。哦，然后小朋友好玩吗？好玩。亚东神奇因为这很有趣，对不对？拍卡度好搞，就大家都喜欢玩。对。整个2楼成了小小客人的游戏区，是主人大方的心意。有客人跟我们讲说，那个楼上要放座位区啊，他说这样子钱赚，因为位置太少嘛，楼下位置太少。他说这样赚怎么可以balance嘞？显然张一琪注重的平衡是大小不同需求都该被满足。我主要就是做餐饮出身的，所以我希望说我提供好吃的东西，所以他坚持料理不用餐包，全用新鲜食材。我们的青酱就是我们自己调配的，它是用罗勒、跟提鱼、跟松子，这个酱汁是我们的招牌啦。美食端上桌，柜台边的监控荧幕启动，也是基于贴心，将心比心，就会看到更多该服务的细微，在亲子餐厅的趋势中创造自己的亮点。在这里，小客人也被当成真正的客人。张英琪说，他不只服务大人，而是投入更多体贴顾客的孩子，这是他独特的待客之道。要懂神奇，拍打都好搞；要懂神奇，拍打都好搞。